星級論證。睇翻恒生指數方面啦，上個禮拜終於扭轉翻連續2個星期嘅下跌趨勢啦，單周升咗900點咁多嘅。今個禮拜方面啦，市場會非常之憧憬翻美國聯儲局會唔會進行翻10月份嘅減息噶，仲有呢個中美元首星期四會唔會喺韓國順利會面呢？中美關係會唔會因此而呢係叫做冇咁繃緊呢？咁令到個市場情緒嚟講呢，暫時係比較上良好。美股亦都喺上個禮拜五呢三大指數再創出歷史新高嘅。咁但係睇翻港股方面啦，近日升勢咧亦都係比較急同埋比較慢嘅。咁我相信短期之內咧，可能會因為一啲中美嘅摩擦啦，或者一啲唔同嘅小原因咧，會喺高位咧有所短線嘅壓抑或者回落噶。咁如果有見及此嘅話咧，可以喺逢高位嘅時候咧，坐開一啲嘅淡倉嘅熊證咧，部署短線嘅下跌嘅。咁如果咧落翻去嗰個開倉價大概係500點左右咧，就做翻一個果斷嘅止蝕動作啦。相信今個禮拜嚟講呢，都係一個來回上落市機會比較上大啲嘅，同埋留意翻星期四一個嘅期貨結算日啊，咁啊記得幫你睇明，Your 週末受惠中美雙方嘅談判有所進展，亦都氣氛轉趨樂觀啦。咁恒指呢喺星期一翻嚟呢，曾經去挑戰過26,500呢個心理關口嘅，不過暫時呢就未能夠突破。咁見到呢喺開市之後呢，高位嘅承接力都係一般啦。咁短線跟進翻跑車，短線睇恒指有機會回落嘅部署嘅話，可以留意翻我哋星戰一隻恒指嘅熊證，恒指熊證編號係59702，59702收回價係26,900點嘅。咁假設以琴日嘅阻力26,500做一個參考價錢嘅話，59702呢隻熊證呢對應嘅價錢大概5,200。如果用翻26,000呢個心理關口做一個下跌參考價嘅話，去到26,000嘅話呢，59702嘅理論價錢大概係102嘅，比頭先5,200嘅參考價呢有潛在接近1倍嘅上升空間嘅。